講到國內咧做包租代管的調機集團旗下相關企業標出財務危機，因為檢方目前已經介入調查，目前已經無法度擱提供服務。外界就驚講會去影響到咱社會主體業務。這國家主導中心嘛表示講，已經協調6都相關的工會來協助中心拍契約，袂互伊出問題。國內大間的包租代管業者調機惡管甲相關企業。囝生仔租厝公司伫8月標出財務的危機，檢調介入調查。目前囝生仔租厝公司宣布無法度繼續提供服務。國家主導中心臨時開記者會，表示已經有拜託工會出面協助厝頭家甲厝卡重新簽約，袂互服務出問題。寄居蟹的董事長已經授權，除了提供官網讓大家登記之外，我們也會把名單，就是寄居蟹服務的名單。透過各縣市的工會交給轉給各5期的業者，大家依照量能分配。根據國家主導中心的統計，囝生仔租厝公司有接中央社會主體包租代管的業務，總共6600多戶，調機惡管有8500多戶，另外還有地方的社會主體包租代管7000多戶，加起來影響22000多戶。有民團指出，這個事件顯示政府社會主體包租代管的政策對業者的評估和管理有太過集中，和出現空膨的問題。佔了快要整個1/3的業者，竟然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對於業者本身相對應的監管，把案量過度大規模的集中在特定業者，這樣的風險，當時候有沒有被評估過？我認為是公司治理的問題，譬如說，到底每一家公司裡面，它存入保證金或它的押金的，是不是有一個透明的一個機制？第二件事情，他們的現金流跟負債比率是不是能夠有一個有效的揭露？國家主導中心表示，目前中心已經啟動轉換服務，若有想要換別間業者服務，會當先登記，要解約換約會盡量滿足。另外，這2間公司攏有提撥一定比例的錢，放佇租金專戶，呼籲受影響的厝主甲厝卡免煩惱。記者郭玉記、王志光台北報道。